面就是行为分为两部分，就是所断之行为、依据之行为。也依所断之行为，所断之行为分为三部分，法器之三过。法器之三过，这个是三种过三个那这些必须得要那个清楚三个是三个，两个是两个，五个是五个，六个是六个。法器是什么？法器是我们自己。我们听法的时候，就是法是一种东西，是一种甘露，一种加持。那么这个加持，如果是有个形体的话，它放在一个容器里面，但是它没有形体，但是用什么样子的？就像我们当做一个电脑来看，我们的电脑的这个软体是不能有毒的，有毒的情况下，你放什么东西都是不见的，或者是不可以用嘛。就像这样的道理，我们就是先把这个电脑里面不能有毒，软体是要有空间的，相当这样去看的话可以。那我们是一个容器，容器里面我们放一个东西的话，容器首先要干干净净，所以就法器这三过，就是我们自己的身苦意伤三命当中呢，就是必须得要具备三种条件。还有六垢，要清除六垢，然后五不耻这些都是必须得要一个一个的要记清楚，这些都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事情，不要这样想，不然以后就是如果是参加一个法会也好，接受一个灌顶也好，听一个课也好，至少怎么说呢？哪怕你只是听一下开始，这些都是基本那个基础，基本的那个谦信都必须得要有的，必须得要具备才是圆满的。五不耻，法器之三过，而不著如父妻之过。这个而不著如父妻之过。文法时，自己的耳识不应散于他处，应专注于说法的声音而谛听。若为如此听闻，如同腹苦的容器上附主枝叶一样，虽然身在听法的行列之中，自己却听闻不到一句正法。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我们听法的时候，第一个最主要的法器这三过里面，第一个是耳朵，因为听什么声音都是用耳朵来听，所以就是听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比如说在这里听课是很安静的，外面也没有什么干扰我们的声音，然后里面呢就是在你们本身就是你们这个怎么说呢，汉人也可以说台湾人，对这个方面就是有很大的优点，那肯定是从小到大就是在上学各个方面都是有好的习惯，所以听课的过程这些方面都是不会再说悄悄话，或者是动来动去，就是甚至就是看手机打开手机这种都没有这种习惯，非常好这个。那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又是一个麻烦而且呢，就是今天也没有从外面进来的声音。但是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我们一边听课，一边接受这个口传，而且一般也是在学习。今天学的这些部分呢，就是不光是今天用，在所有的时间都用，所有的这个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也一样，心要专注那么在那个接受灌顶、参加法会、听课。听每次的课，听什么课都必须得要用到的，所以这个都是必须得要用到耳不著如父妻之过这个方面，耳朵你如果是没有注意听这个说法声音，如果是外面有一个声音的话，你就跑到那边去，然后等一下就忘记了法师讲了什么，所以进不来的。所以就是它如同一个容器，把它倒过来。从后面倒了多少的东西都是不会进去，等一下再看一下，里面还是干的。就像比如说这个杯子倒过来，上面倒多少个水，都是还是里面都是干的，一点点都不会进去。就像这样，你就是耳朵不专注的听讲法的声音的话，那就
内心里面什么东西都得不到，所以就脑子是空空的到最后，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第一个啊，亦不止如漏气之过。如果对所听闻的法仅仅是表面了解或或仅听而没有记在心中，则无论听闻多少枝叶啊，则无论听闻多少正法，也不会懂得调伏自相续而修持。人他如果乐意不住，而怒气之过，那么这个是一个容器我们刚刚前面知道，我们自己的身苦意就是一个容器。那这个容器如果是漏底的话，那么这里面倒多少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听是听了，听到了，但是没有记下来的话，那也没有用，没有听课一样，就这个意思。这如同漏底的容器，无论注入多少枝叶也无法留存一样。杂烦恼如毒气之过。本法师如果自己以贪图名誉、地位等有过患之发心而听闻，或者掺杂贪嗔痴等五毒妄念而听闻，那么佛法不但对自心无利，反而正法办成了非法，如同像有毒气的容器中注入圣妙之液一样。所以好，那么这个上面来说，这个比较重要。这个相当就是今天听课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好讲这个，下一堂的那些课里面呢，就是必须要知道这些今天讲的条件都是必须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才听，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呢，就是在任何时间，而且这个杂烦恼的这个事情是不光是听法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做功德的时候，任何时候，我不是刚刚前面也讲了吗？我们去超生的过程当中，一边去烦恼，一边去超生。看到佛像的时候顶礼，然后就是倒过来，就从金堂的门里面出来的时候，对金刚师兄发脾气，这个就杂烦恼，就这个就很麻烦嘛。你放下去，然后等一下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有一点的金刚师兄，一个金刚师兄不让你路的时候，你就有起一个烦恼心，那种就是杂烦恼。那么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还有就是，如果自己有贪图名誉地位等，又怎么说呢？过患之气而听闻，那么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听闻。那么前面都一样的，这个后面的听闻两个是修持、行持、做功德，或者是布施，全部都一样。有这些你做布施也是没有什么功德，为了自己的贪图名誉。那今天当然，今天倒是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很多都是在我们之间都是认识，就那么长时间是相互都比较了解，但肯定并不是什么就是贪图名誉就是地位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我都可以肯定，就是大部分都不是这个样子。但这些来说的话，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些人里面来说的，也是并不是说是经常我们在修行的任何一个过程当中，怎么说呢？不会产生，这个不好说。我们做点布施的时候，做点功德的时候，在任何时间都是不能有这种掺杂那种贪嗔痴的这种想法，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来说的话，就这种事情也很多。有些大功德主，他们就是做一些比较大一点的捐款这些去帮助他人，或者是在一些慈善机构做一些就是慈善事业，这些来说到就没有学习佛法的情况下，这些功德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成为成佛的质量。原因是这样的，
如果是你学习了佛法以后再去做这些的话，那就不得了。但是实践人，你再庞大的一个怎么说呢？慈善机构，那当然这是一个好处，有功德，功德当然有，功德有两种，一种功德是有漏的功德，它是用完的；另有一种功德是无漏的功德，它是永远用不完的。有漏的功德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你一杯水放在湖外，多长时间后它就干旱了，就没有了。无漏的功德是你把一杯水拿去倒到大海里面，大海永久存在的过程当中，你的水还是会存在的。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就用这种三殊胜的方便法摄持的这个一切功德，那么永久存在的功德，所以这就是无漏的功德啊！以菩提心跟发心回向啊，有这种功德全部都是无漏的，它永远不会用完的，而且是会越来越增加的啊！到最后成佛之前都是不会用完的啊！这种功德，学佛学什么？要学这些方式，没有其他的什么特别要学的。简单的讲的话，学这些方式，学完以后，按照这样去做的话，这就是修行。结果是什么？成佛啊！看的到哪里搞了？所以印度登巴仁波切说，闻法是应如野兽闻声一般，思维是应如北方人见羊毛一般，观修是应如愚人品味一般，修行是应如鸡牛食草一般，德国是应如银山日出一般啊。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闻法的时候呢，就应如那好，这个解释在下面有，我们不用再看，直接念下去就可以了。日出银山一般，譬如野兽酷爱听琵琶的声音，猎人射毒箭，的，即使猎人从旁边射毒箭，也不觉知，仍然专注而听。同样的闻法是应当汗毛吸动啊，泪水一流，双手合十是吧？双手合十啊，不起任何其他分别念而听闻，否则虽然身在听法荒烈中，心却跟随分别妄念，心猿意马，东张西望，打开了气郁伏藏门。前面讲的就是这边你们的话，就这个方面听课的时候，就这个气郁伏藏门是不会打开的。气郁伏藏门是两个人碰到的时候，就不是聊佛法，就是聊时间的，聊也聊不完的那个，就像一个伏藏，就是无穷尽的，就是都会出来的，一直流水一样，一直流出来的这种时间的这种语言，就这种就是气郁伏藏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佛陀所讲的给我们的必须得要知道的关键是什么？无常，人生无常啊，佛法难得，人生难得，人生无常，最缺少的是什么？时间，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些怎么说呢？实践的有的没有的这些方面都是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睡觉，然后在这个一半的时间里面，怎么说呢？那个我们的很多事情要做嘛，在一起床以后呢，就是要做很多事情，吃饭啊、做饭啊等等，工作啊等等各个方面全部做完了以后呢，就是只要真正的休止的时间就很少很少。
所以这个人生本身就那么无常，时间就这么的珍贵，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闲可以做这些没有意思的事情。那当然，所有的人来说到这些事情才是真的是最有意义的。本来有些人来说到，就人生时间是很短，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过这个人间。就像那个关在监狱里面的那些人来说，他一天的时间都是比我们平常人好几天的时间还长啊。那肯定因为感受不一样，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做嘛。但是如果一个修行人，今天你把他关在监狱里面的话，也不一样。过去在那个怎么说呢？改革后，然后就是文革的期间，那么很多的藏地的那个高僧大德都是在监狱里面。那些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监狱里面10几20年这些时间里面出来以后，都是他们自己出来的时候都是就比之前进去监狱到出来之间都完完全全成就就不一样。旁边出来的那些人，个个都是成为了他的弟子，而每一个都是成为堪布。那监狱里面也是弘法讲法，而且是自己也可以修持，所以监狱里面的时间呢，他对于他来说到就是最好就是一个修行的时间。就像我们的老上师卢巴仁波切，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他自己所讲，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就是经过了完整的苦修跟完整的这种自他相换然后完整的就是自请他众的这种，都已经经过他的修持，这样圆满，有这种很多的故事有一次呢，他就是为了人家说几句话，就是挨打好几天，有这种很多很多的，这些都是打得很痛，但是他心里很开心。他就像这一次当中，我就真的有做到了一个真正的从这个自己内心的发现，就是皮肉上都有感受，这些真正的，那就是可以替他就是为他人做的这些怎么说呢，利益的事情，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所以修行人在任何时间、任何的这种场面，都是有不同的怎么说呢，特色，这个就不一样。假设那个打开启你们后面对，去那个伏藏区域伏藏门，然后诵经念珠，一切善心也应放下而听闻。这个部分来说，听课的时候就是要念经的时候去做，就是这个意思。前面已经讲了嘛，而不是的那个发七支三果的时候，也是这个条件已经是讲过的。听闻后应将所讲的法义铭记于心中并经常修持。如释迦牟尼佛曾说：我为如所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上师为弟子讲经说法，也都是教导弟子如何闻法和修法，如何断恶行善，如何行持。因此弟子不应忘记上师的教言，以铭记于心，并修持，这样才能现前证悟。如果不记在心中，虽然也可能有一点闻法的功德，但是对佛法的旨意如果丝毫也不理解，则与问违法无有区别。虽然记在心中，但如果掺杂烦恼，也不能去入真实正法。吾等打破仁波切说：若不如法而行持，正法反成二取因。如此这个部分来说了，大家也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前面在不
记在心里的部分也讲过了然后好，这个方面来说到就若不如法而行，正法反成恶趣因，这个部分来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佛法都大致上一样，尤其是在密宗金刚乘的时候，它是主要是靠戒律。什么戒律？戒律是很多种，但是最主要的金刚乘上面，金刚乘里面所讲的戒律是对两种，最重要的就是两种。对禅乘以上师不能起任何邪见跟烦恼对众生不能没有菩提心，不能对怎么说呢？不能摄取众生，不能违反上师的教言。这就是所有的密宗金刚乘的三昧业当中的最重要的。在一个人的话，心脏一样的，人好像就是器官都可以还，但是心脏是最不好还的。就像这样，心脏是不能没有的。那器官都换了以后，可能就不管是活的时间长与不长，还是可以还的那种。心脏是最重要的那种道理来去想。那我们就是想到比较的话那么在这个所有的戒律，密宗的戒律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种，对传承跟对上师对法不能起任何邪见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来说到就对众生不能舍弃菩提心菩提心跟信心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具备了这两个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人这个修行人只会成佛，没有第二个路可以走。但是不具足这两个，做不到这两个或者是有些人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这几年这些的这个相当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或者佛教的团体里面有很多违反上师的这种教员的怎么说呢超风金刚道友的这种人是特别多嘛。那这些人来说的话，那只能是一个路可以走下地狱堕入三恶趣。修持密法的人就像一个蛇，让它把它放在一个竹筒里面一样。那竹筒只有两个地方可以走，要不就是往上，要不就是往下，只有两个苦。所以这里面讲怎么说呢若不如法而行持。正法是什么意思？正法本身就是让我们解脱的这个法但是正法犯成恶趣因，倒过来它就是变成恶趣的因，而且更快。时间的很多业障有的时候不一定一个人一个普通通的人他不一定马上下地狱，他也许可能造的业不够重，所以就是变成畜生，或者是变成比这一生更没有福报的一个人，更不健康的一个人，更穷的一个人都有可能。然后接下来慢慢造业的话，那就变成畜生，然后再那个恶鬼地狱，这些都有。那如果是在修持金刚乘里面不如法的人，就不需要经过这些过程，甚至在中阴都不用经过。造业更严重的破坏金刚戒律的人来说到，一死就马上就相当就是很重的一个石头，从怎么说呢，楼上摔下去的时候，它很快就掉下去，就像这样的一个道理，直接掉在金刚地狱的，犯成这样。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到，就从正的方面来说到，就非常殊胜，但是也是很危险的。那如果有的人就像修金刚乘很危险，所以就还是去先从贤宗或者是小乘，金刚乘里面修一修没有感觉的时候，跑到那个小乘的，这些只是小朋友在玩耍一样的。那你为什么不如理如法的修？你稍微学一下如法的方式，你内心改变一下，你就可以成佛啊！干嘛你直接又下到那个一乘什么什么的，就等于就是没有机会了。
你如果是不如法的情况下，你曾经有产生过这些邪见心也好，伤害过金刚师兄也好，你可以忏悔啊。造业的，但是忏悔的方法也是很多，我们就是修持金刚萨埵的4种对治力然后忏悔，就能够可以在圆满啊。所以前面有讲德国的时候，就是云散日出一样，太阳本身在咱宫永远没有变过的，它的光跟这些一切，但是很多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很多云的时候，就太阳看不到，它的光也照不到，但是云全部都散了，太阳会出现嘛？就这样，我们在造业本身，我们就是在一个怎么说阴天的过程一样，我们的本性就这个清净的部分看不到，加上呢就是很多的云遮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光是更看不到。但是这些云都散了，就是一样都会出来啊。所以因果不虚啊，所以可以改变的，因果是可以改变的。很多人说，哎呀，这是缘分，没有办法改变。缘分是可以改变的。一个人本身就是你过去所造的业呢，就是你这一世当中不去修的情况下，你可以这一世当中稍微加一点点业障到，马上可以下地狱的一个人。你好好的修的话，你可以成佛的，不需要下地狱的，这完完全全可以的。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弥勒日巴尊者，他的过去前世那些都根本不用讲，但是他那一生当中造的业呢，就是在跟他相同的一个人来说的，完全没有办法造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也并不是说在他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就是制造那种燕子蛋那些，所以就是杀生没有办法那么大的力量，但是他就是怎么说呢？念毒法，所以就杀死了很多人，很多马，而且是降冰炮就杀死了很多的众生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众生，都是无量的众生，所以他就害怕因果，害怕下地狱，所以他去修，因为他造的业是最大，所以他修的时候也是最有怎么说呢，能够怎么说呢，最精进，所以修至最后他就成佛了嘛。就像这样的道理，所以就有些人在一个地方修一修不太开心的时候，换一个地方哪里都没有你很开心的地方，只是你短时间里面也许可能是人家都不了解你的时候，对你应该客客气气，但是你了解了，他谁会对你客客气气？你自己不对人家客客气气的话，人家会对你客客气气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永久的这种的那种怎么说呢？什么都是你说了算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方面要注意，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自本作人着康着